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6月16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屏东小琉球昨暗7点半的时阵，熊大停电。这天气当小热，佮拄好是食饭时间，所以真侪人是热甲挡袂牢。台电是回应讲，就是因为伫那边的配电场，这个保护的设备跳起来，唔才会来跳电，甲海底的电缆线是无关系的。即马经过抢修，伫昨暗8点半的时阵，已经恢复供电。 整个大停电啊！人带头人示范啊！规家伙仔要食暗顿，也毋过电火未到暗摸摸，只好开手电食。屏东小琉球昨暗7点半左右，无警全岛停电，停了快1个小时了，而且还停了2次。屏东县长周春美赶紧打电话给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尤其正拄是假日天气热，真侪人热甲挡袂牢，拢去厝外。大家都冲出来，因为太热了。 哦，没办法吃饭哈。规个岛暗摸摸，总共影响4171户。除了当地居民以外，来遮耍的游客暗顿食到一半，煞熊停电，只好开手机的手电继续食。不过也担心食饱了，唔知要安怎转去大的所在。业者讲这种情形真罕见。还有客人在餐厅跟我说怎么回去，我说请他们稍等一下，因为蛮少会遇到全岛大停电的。 台电表示，因为10个琉球乡的游客大量增加，再加上天气热，瞬间用电熊欠源，造成那边这边配电厂的保护设备跳断，甲海底电缆无关系。经过抢修，大约伫暗时8点半复电，也会检讨离岛的供电能力，让这种情形未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咱台湾本岛这天气是共款真热热，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台东是透小风热加40度1，创下今年上高温的纪录。气象署也提示讲，今仔日这台东中昼时啊是柑仔色灯号，所以提醒民众出门的时阵要注意风拍，补充水分。仙草、荤桂、根本源。 热天天气真热，真侪人拢想要食冰。受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出现小风。太麻里下晡气温更加升到40度。在地民众虽然已经真惯习，当年拢是这种的天气，也毋过出外时阵也是感觉热甲挡袂牢。炸热的哟，你看到外面，风真的超热的，分风。习惯了，喜欢这种天就是玩水，然后吃冰。暑假期间小朋友都放假，所以生意会比较好。很好，而且又特别热。是。 市区卖冰的老店，这2天是气温称悬，生理也比顶礼拜好1半以上。台东称悬温，关于体育场举办橄榄球的比赛也传出，裁判敢若像着山昏倒意外，球员甲工作人员赶紧甲人搬到较凉的所在降温，消防人员也赶到现场来处理。刚才有帮他降温，大概20分钟了。大概几度啊？你刚量的？378。可能晒太阳晒太久。晒太阳，今天40度呢吼。对。那现在人怎么样？你现在？ 目前还可以。位伫鹿野乡的地界场，东部分场的测站下晡2点18分测到40.1度的高温，创下今年热天到即阵上高温的纪录。为少家长带囡仔来到海水浴场来玩水。太热了，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带小朋友他们出来。有没有玩到水？现在有没有很舒服？ 全台敢若航旱季共款，气象署也发布高温灯号的资讯。15中昼前后，台东县是柑仔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黄色的灯号。今天下午2点18分的时候，发生40.1度，然后前10名大概都是发生在台东地区。未来在19号之后，由于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增强，所以也会有相当强的沉降作用，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另外新的一波这个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避免非必要户外活动、劳动也个运动，注意较莫伤晒着，加啉一罐水，预防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国的海警3号令已经生效，让这个中国的海警会当有权利爬去你船顶检查，甚至佫会当把这个涉嫌要非法入去领海的人甲铐起来，上久唔免经过审判，就会当甲人关60天。中国这款做法是让南海局势愈来愈紧张，周围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度、越南，也佫有咱台湾，全部拢表达不满。准备位，旋阳舰，会领舰补给，背面2号。
中共南部政区几啊只主战舰艇近日出现伫南海展开长航实战化训练，外交解套对外宣示南海主权，今嘛更加是扩大海警执法权力。中国海警3号令15生效，符合中国海警伫认定的管辖海域，会当定检扣押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甲人员。会当无经过审判，上济拘留人员达到60天。菲律宾、印度、越南、台湾等国都相当不满，呼吁中国收回海警第3号令。海警3号令影响南海真大，菲律宾船只渔民是首先受影响，表达严正的抗议。海巡署表示，中国这个举动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会强化护渔任务。面对中国操作法律战，强化南海制海权，未来敢是运用在台海、东海引起关注。那他会不会用如法炮制，把这些方式运用到东海，甚至是这个金厦这个部分？那这些其实是我们持续要去关注。另外，中共加大对台军事力度，美国前总统川普顾问史密斯示警。强军上紧明年具备反台能力，美国应该加强监视中共独臂能力，动员进行。中共可能会是用模糊的战略，也就是以这一个准备大规模灾害为理由来掩饰他的这个战争的准备。所以这部分都需要综合研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涉大条文要求美国爱伫台湾设立区域紧急库存，犹太甲众议院的版本协商，或者认为参众两院针对中共威胁，拢爱强化美国军力部署，佮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伫6月21要伫立法院来表决。民进党团是赶紧来展开青鸟行动去地方宣讲，争取支持。原来国民党嘛是同款发起行动来宣传理念。昨双方的阵营是伫台南拼场，有反对修法的民众是摕标语走去到国民党的现场，引起支持者的不满。加在警方是赶紧甲人隔开。捍卫民主。9点也未到，就民众来到现场支持国民党所发起的拿奖行动。对总统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市开始，有加举行上百场的演讲，让民众了解国民党推动国会这款修法的用意。这些法案的过程跟法案的意旨，最后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跟民进党对你宣传的到底差在哪里？那比对以后。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较心ใจ人拢到现场来演说。谢龙介强调，活动时民众自发性参加，显示民众也想要了解改革国会理念。只是场外一度有人也反对票据，引发国民党支持者不满，只要受警方介入，甲双方隔开。民进党伫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了后，规划青椒路乡活动，拜六下晡这场活动相款伫台南举行，党内台南市6席立委全部到位。我觉得国民党啊，对整个国会的这个乱象、国会扩权以及立法院执行行使法真正的内容，不敢告知给人民，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违宪，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乱政。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要伫2月立法院表决，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民进党第2场宣讲活动选伫台南来举行，大拄着朝野阵营拢想要讲出理念，也出现国民党甲民进党伫台南拼场的场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台湾每年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第一季独居老人大的主体就有94万外件，比同半进前52万外件是高加78.9%。中国时报：根据劳保局伫2021年的报告，有价伫2023年的时阵下了880多亿，也毋过即马统计起来实际是了446亿。劳动部是按算要甲欠工甲基本薪水提悬的因素也甲算入去。新的报告按算会伫明年初来公布。联合报：7大工业国 G7 发表联合公报，除了讲到对台湾的立场维持一中政策以外，也强调台海和平对国际的安全甲繁荣是真重要的代志，呼吁两岸的问题就要和平解决。
再来看台南市掠到一打比赛鸟仔放粉鸟的协会，因有涉嫌跋筊，这会长甲干部7个人拢总互人掠去，金额有1亿外。另外，这警方也查到伫今年的春季有1300外只粉鸟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毋过飞倒转来，敢若15只尔，其他的是全部死亡。所以专案是照违反跋筊甲动保法移送法办。大批警力来到台南市嘉里区一个赛鸽协会办公室搜索，每一份资料拢详细检查。台南警去年捌查乡麻道区某赛鸽协会涉嫌跋筊，也亲像使用虚拟人头角色、甲超联角参赛等不当手段来诈领大笔奖金。今年初各将压证子嘉里区某赛鸽协会亲像也有同款的状况，初期前往搜索，逮捕涉案会长等7名成员。专案小组为保全不法犯罪所得，进行扣押涉案账户，冻结出金。检警现场查扣10个口座，交金大约1亿1000万。警方表示，这个赛鸽协会今年春季赛鸽已经结束，交金达到5600万。夏季赛鸽6月初7开赛，有超过4000只粉鸟参赛。检警迄天伫开赛进前前往查缉，利用每赛季海上竞奖的严峻赛事，因海象以及风向等不特定因素，往往造成完赛的赛鸽归还几率极低。警方也发现，这个赛鸽协会每一季举办比赛，比赛过程严格。今年春季赛一开始，就有1349只赛鸽参赛，最后只有15只完赛，规范率只有1.11%，其他的赛鸽全拢死亡。幸好以涉嫌跋筊、动保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403花莲大地震了后，影响到当地观光。伫个台东有一间5星的大饭店，伫个网站写讲带一暝搁食2顿饭，只要开807块就好啊。一个手都卖出900斤，这业者是坦白讲是介绍写唔对去，也毋过伊嘛真阿萨利讲有买到的人全部拢准算，这业者是甲上百万的损失全部拢吞落来。它现在面积看出去就整个可以看到。对房间的头门看出去，台东真水的风景看甲真清楚。为伫台东的这间有名的饭店，那风景真水，也有原住民的特色，占6000块起跳。不过，民众伫订房的网站发现，带一暗食2顿，今年只卖807块，赶紧落订。结果卖几百斤出去了后，业者才发现介绍标唔对去，损失上百万块，不过决定转手家己吸收。他们董事长这样值得肯定的。会不会认为他们有在炒作，还是什么？应该不会吧。我们一律全部认赔。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到台东，或者是知本温泉，体验台东的美好。业者讲，旅客愿意来台东，拢真感激。望观光业者会用到阵来渡过这段关，共同互台东搁再努力起来。花莲地震的灾情也影响到台东的观光。以5日岁连假来看，大房率只有2-3成，对这要到的休热旅游大家，台东县观光协会讲无乐观。过去休热大房率有7-8成，今年有个减一半，只有4成。如果是有团体，你这就补助团体；没有的话，你就补助自由行的就好了。为什么要分7、8月团体，还有8月才自由行？最好能够自由行就从7月份开始。中央甲地方斗阵要来优先花莲甲台东的大房率，花莲的补助先开始。对6月自由行平常时每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不过台东确实等到8月。台东观光协会认为讲中央支持力量无够，应该甲自由行的补助提前到7月实施。记者综合报道。1964年成立的雷亚诗社，到当时拄好满一甲子的时间。诗社正关心文化认同，也有本土意识，这是咱台湾本土文学的基础之一。最近因是伫新的县市来办60周年的特展，展出一件作品甲文物，要甲民众来分享诗社的历史意义，也有精神。1964年，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本土诗社之一雷亚诗社成立。
发起人有林兴泰、陈千武、李奎贤等等，会用雷亚来号名，嘛是5万诗人的作品，爱有台湾主体意识甲文化认同的精神。雷亚是写到今年已经满1甲子，最近也伫北中南市的馆区办60周年特展。也很高兴的，就是能够再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就是庆祝这个60周年的展览这样子。对，那文学馆也典藏有许多为了历史社诗人的文物。甲当时的其他现代诗社追求西化的目标真无共款。1960年代，雷亚诗社关注本土，强调写实，嘛爱有反抗的精神。也鼓舞作家用母语写诗，嘛正做后来1970年代发展乡土文学的基础之一。雷亚诗社的诗人李明勇15伫台湾文学基地演讲，甲民众分享雷亚历史意义甲精神价值。这个历史经过政治的改验，经过社会变迁。最主要内底有台湾人的个民主运动的推动迄个历史，所以你啊迄个精神史，嘛会使讲建立台湾人的迄个文化史。李明勇嘛，希望新世代诗人面对时代种种的现象，保持理爱的精神，用语言甲文学来表达家己的意识甲批判。也那理爱诗社特展全台湾拢有，包括台北、另外伫台中、台南甲高雄嘛拢有特展。展出作家的手稿甲文本，各有办专题讲座。台文馆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理爱诗社发展，也各有因关怀本土的感情意志。记者卢尚如、曾春游台北报道。家当立石榴是台南府城真有特色的工艺作品。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推广在地的工艺文化，伫总冶艺文中心来举办立台南的特展，让大家会当看到工艺师前后辈的特色作品。眼前这个大福杯顶悬有夜婆代表福气，毛北山顶吉祥的图样。这是由捌得到台南美典传统工艺类首奖的工艺师刘振文做的。伊讲头起先用家当做基底，再搁用波钢木材立入去，形成这款家当入石榴的工艺。早前这枪材互人摕来做家具、生活等物品，每手伊加入艺术形态做创新。即阵伫入台南特展，展出侪头界公开作品。功夫啊，即摆要看这足少的啦。对因仔讲，就是对在地文化有帮助，会当互因仔有加进一步的了解安尼。即摆目前我同甲遮的即个古早传来的工艺做一寡较特别的，即个咱用国人烂的茶，互伊一个新的生命，呈现咱家己要做的思想甲空间，甲咱创造的理念伫内底。家当入石榴对清代时期传到呾，上早伫台南的庙宇就通看到。这摆特展拢总有50件作品，唔干那木雕尔，嘛有少年辈做伙参展，包含有手工画甲真有路的乌旗文化、新明的纸报，甚至有人甲传统元素结合创新，用黏土纸家章落去捏虎爷的体，用台湾的表现形式，让人来明白工艺背后的内涵。阮一个人叫新名的贵神风，就是我们自己有那种人啊，然后情绪，然后他怎么表现那种挣扎过程，然后同时间可能是结合的过程，然后就用虎爷的这个造型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工艺师一笔一笔刻花样，每一条线条拢精画，现场嘛教大家顺手工艺美美角角。这阵特展当地总冶艺文中心展出，展到8月中，希望大家看到工艺文化的水。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2004年巴黎奥运咧要到啊，即马头一摆伫奥运出现的即个比赛项目霹雳舞，即马嘛讨论甲真热，因为是头一届举办，所以真侪选手拢拼一道，希望讲会当摕到奖牌。一个人伫舞蹈教室轻快跳舞，对舞蹈老师学习霹雳舞。这个老师毋是别人，是捌得到霹雳舞全球决赛冠军的美国舞将埃德拉。伊讲，这种伫1970年代纽约街头文化流行的舞蹈是艺术运动。伊期待今年热天霹雳舞头一届上奥运舞台，会当有精彩表演。I think breaking is going to do so well in Paris. Like, I pray that we bring the most hype, that we steal attention from the other sports. 伫顶一届东京奥运厨房运动头一届出现，2024巴黎奥运头一届设立霹雳舞的项目。这种舞蹈需要舞者发挥创造力，对音乐节奏展现真困难、超高技巧甲舞步，伊对伊的比赛方式，互看比赛的民众目睭唔甘腻。
因为霹雳舞未正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项目，艾德拉讲伊会尽全力来争取唯一的奥运金牌。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日本的酒馆是民众伫下班的时阵会去食一杯的所在，即马是有无共主题特色的经营方式，也有愈来愈侪外国人开始去体验当地的酒馆文化。几个美国游客伫导游的带领之下，今日去闯伫东京巷仔内一间伫2楼的细间酒馆。这虽然空间真小，阁无对外的窗仔，却互人感觉真舒适。要点什么凉的，食什么小菜，拢是互换吧台穿好好的妈妈桑替你亲切的服务。There are so many snack bars around Japan. The quiz. Now, how many snack bars are there in Japan? 中导游开始考试，互酒馆内面的气氛是阁较热热。The answer is. 食饭饱了，大家开始唱卡拉 OK。我伫日本住一段时间的诺拉，伊唱日本歌，阁真有日本人的气口。当然，美国人上熟的嘛是英文老歌。诺拉讲，伊较早住伫日本的时阵，拢唔知影要安怎入去这细间酒馆，因为这种饮酒的所在，定拢是男性的人客较侪。伊真欢喜，即马有机会参加旅游业者推出的这种体验行程。You know, we have bars in America, but it's jus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ulture. I feel like in Japan, they really emphasize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regulars or of whatnot. And it's not just about the drinking, it's also about being able to socialize with that tight-knit community. So I felt like that was a really fun experience. 事实上，这种细间酒馆早期是对红灯区来的，二战结束了后，结果日本妇女为了要维持生活，提供性服务。但是1964年日本主办奥运的时阵，互取缔，在妇女中国伫个街仔落底菜单，后壁则搬去较矮的室内，但甲搭拢维持妈妈桑经营的模式，而且发展出各种主题，有特定的客群。自分が何か嫌なことがあった時もなかなか SNS だと、そういうところっ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在这间高度富主题的小酒馆内面，逐罐架放的酒拢有挂人客的相片。旅游业者讲，来到细间酒馆，大家面对面开讲，在妈妈桑真高做主持人之下，千份人嘛拢变朋友，变作定定来的人客。这嘛是小酒馆谁若甲打拢袂无去，甚至伫最近变作外国人体验日本酒吧文化的新卖点。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8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